做伙读圣经，今仔日6月22日，咱做伙来读历代志下卷第30章到第34章。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第30章，希西家派人去以色列甲犹大各所在，搁写批予以法莲甲马拿西的人，邀请因来耶路撒冷上主的圣殿守盘过节，服侍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因为王甲伊的官员甲伫耶路撒冷的会众已经参详好，要伫2月守盘过节。正月因袂当守节，因为洁净家己的祭司的人数还无够额，人民嘛还未聚集伫耶路撒冷。王甲会众拢赞成这个计划，就伫以色列全地对八十八到但宣告，请人民拢来耶路撒冷守盘过节，服侍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因为过去照所写的律法来守节的人无遐尼多，送批的人带王甲伊遐的官员的批去以色列甲犹大全地宣读王的命令，讲以色列人着归向上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伊就要原谅，就是恁遮个脱离亚述诸王的手所剩的人民。恁毋通亲像恁的列祖甲恁的同胞，照恁所知，因得罪上主，因列祖的上帝，直到伊甲因消灭。但毋通亲像恁的列祖疑心固执，着归顺上主，进入伊永远分别做圣的圣殿，搁着服侍上主恁的上帝，互伊无搁对恁发大生气。恁若归向上主，恁的同胞甲恁的儿女，会对掠恁的人得到怜悯，搁转来这个所在，因为上主恁的上帝是慈悲怜悯。恁若归向伊，伊一定会接纳恁。送批的人一城过一城，行头以法莲、马拿西，直到西布伦遮的地区，毋久，遐人甲因起笑侮辱。亚瑟、马拿西、西布伦中间有一寡人家己谦卑来到耶路撒冷，上帝嘛感动犹大人，互因同心一意，顺坦上主的话，照王甲遐个领袖的命令去做。2月有真侪人聚集伫耶路撒冷，诚做真大的大会，要守除酵节。因将耶路撒冷献祭烧香的坛拢刷走，迄伫吉伦溪谷。2月14，因抬盘过节的羊羔，祭司甲利未人感觉见效自责，就洁净家己，搁带烧化祭来上主的殿。因照上主中央的人摩西的律法的规定，逐个人徛伫因侍奉的所在。祭司将对利未人接过来的火丢伫祭坛顶。会中有真侪人礼仪上无清气，所以托利未人替因抬盘过节的羊羔，互因伫上主的面前诚做清气。对以法莲、马拿西、以撒加、西布伦地区内的人，有真侪无照规定洁净家己，嘛食盘过节的祭物。希西家替因祈祷，讲：恳求至圣的上主赦免所有无照规定洁净家己的人，因为因专心找求上帝，就是上主因列祖的上帝。上主听希西家的祈祷，就赦免人民。住伫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非常欢喜，守除酵节7日久。利未人甲祭司逐日用响亮的乐器称赞上主。希西家鼓励所有
熬何塞上主的利未人，众人食宴席7日，献平安祭，佮感谢上主因列祖的上帝。大会全体会众决定要佮守节7日，因就欢欢喜喜佮庆祝7日。犹大王希西家送大会牛犅1000只，羊7000只，众领袖嘛送牛犅1000只，羊10000只，佮有真侪祭司洁净家己。犹大会众、祭司、利未人，甲对以色列内的会众，以及遐个对以色列地内的外族人，甲住伫犹大的外族人，拢欢喜快乐。安尼，耶路撒冷充满欢喜快乐，因为对以色列王大卫的囝所罗门以后，伫耶路撒冷毋捌遮尔欢喜。祭司甲利未人起来，甲人民祝福，因的声上帝有听见，因的祈祷透到伊天里的圣所。第31章，这个代志结束了，伫遐的以色列众人就出去犹大逐个城拍碎石条上，讲断阿舍拉女神的条上，搁伫犹大、便雅悯、以法莲甲马拉西地区拆毁所有的山头坛甲祭坛。了后，以色列众人就倒去家己的所在。希西家照逐个祭司甲利未人的职务，重新组织因的班次，互因通献烧化祭甲平安祭，搁伫上主圣殿的门内服侍，感谢颂赞。王搁对伊的产业奉献牛、羊做烧化祭，就是伫逐日早暗安息日，每月初一甲节期，照上主律法的规定献烧化祭。希西家命令耶路撒冷的居民攻击祭司甲利未人应该得到的分业，互因专心执行上主律法的规定。命令一个出，以色列人就带真侪头水的五穀、酒、油、蜜甲黄梨的出产来，搁带逐项米的1/10来，数量真侪。住伫犹大的城的以色列人甲犹太人，嘛牵牛羊的1/10来，搁对献化归上主。因的上帝的米摕1/10，塔一堆一堆，对3月起，因将遐个物件摕做堆，到7月才结束。希西家甲众首领看到遐个囤积的物件，就称赞上主，祝福伊的子民以色列。希西家对祭司甲利未人查问关系遐个囤积的物件的代志。撒督的后代大祭司亚撒利雅因讲：对人民带礼物到上主的殿以来，阮拢有够通食，搁剩真侪，因为上主赐福伊的子民，所以剩遮侪。希西家命令就伫上主的殿内准备仓库，因就准备，因诚实将礼物甲1/10的奉献，以及圣化归上主的米，拢搬入来。利未人哥兰雅负责这个事，伊的小弟示每做副主管。希西家王甲管理上帝圣殿的亚撒利雅派亚希、亚撒西雅、拿哈、亚撒赫、亚利摩、约沙伯、以利业、伊苏玛基亚、马哈甲比拿雅协助哥兰雅甲伊的小弟示每。圣殿东门的守卫利未人임나的囝科利，
负责管理甘心献予上帝的物，佮分发献予上主的礼物甲遐至圣的物。伫祭司的城有伊顿、米拉民、耶稣啊、西玛纳、阿玛利亚、士加尼这些人做伊的助手，忠实将人民的奉献照因的班次，无论大小，分发予因的亲族。有登录伫家谱30岁以上的查甫人，以及逐日伫上主的殿照因的职务甲班次伫服侍的人，嘛分予因。因阁分予照宗族登录伫家谱的祭司，以及20岁以上照班次执行职务的利未人。因阁分予全体会众中间登录伫家谱有需要抚养的家属，因的某、儿女，因为因忠实分别家己做圣，佮为着住伫城外草埔的阿伦后代的祭司，伫逐个城有指派人将物件分予祭司家族的查甫人，以及有登录伫家谱的利未人。以西家伫犹大全地拢安尼办理，伊做上主伊的上帝看做好、正直、忠实的事。伊所做的，无论办理上帝圣殿的事，遵行律法甲诫命，拢找求伊的上帝专心去做，就事事亨通。第32章，以西家忠诚做这个代志以后，亚述王西拿基立上来侵略犹大，围困坚固的城，想要攻取这个城。以西家看见西拿基立已经来，知影伊已经要攻打耶路撒冷，就甲遐的首领以及勇士参详，要太拔城外的水源，因拢支持伊。真侪人民组织太拔所有的水源，甲流过迄地区的溪，讲那得互亚述遐的王有真侪水通啉。以西家奋发修建损坏的城墙，起造城楼，伫城外阁起一座墙，加强台北城的美罗，阁制造真侪军器甲盾牌。以西家有设立军事将领管理人民，伊调集因来城门的广场，激励因讲：着坚强勇敢，毋通因为亚述王甲伊的大军队惊吓失胆，因为甲咱同在的比甲因同在的较强。甲因同在的是肉体的手骨，甲咱同在的是上主咱的上帝。伊要帮助咱，替咱交战。人民因为犹大王希西家的话得到真大的鼓励。后来，亚述王西拿基立甲伊的全军攻打拉结的时，派伊的元神去耶路撒冷见犹大王希西家，甲所有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讲：亚述王西拿基立安尼讲，恁咧靠什么？耶路撒冷受围困，恁犹在守。希西家讲：上主，恁的上帝会救恁脱离亚述王的手。伊安尼是咧骗恁，结局会害恁夭死，喙打死。这个希西家兼毋是有废除上帝的宣号单甲祭单，佮甲犹大甲耶路撒冷的人讲：恁一定着伫耶路撒冷这个祭坛敬拜烧香。恁兼毋知我甲我的列祖安怎对付列国的人民，
万国的正神明减捌救家己的国脱离我的手，我来做消灭的国家，因的神明倒一个有救伊的人民脱离我的手。安尼，恁的上帝哪会当救恁脱离我的手头？所以，毋通互希西家骗去，甲恁迷惑，嘛毋通相信伊，因为无任何一个国家的神明会救伊的人民脱离我甲我的列祖的手。恁的上帝，伊嘛一定袂当救恁脱离我的手。先那今日的人神讲真侪亵渎主上帝甲伊的仆人希西家的话。先那今日搁写批放毒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其次伊讲，列邦的神明既然袂当救因的人民脱离我的手，希西家的上帝嘛袂当救伊的人民脱离我的手。先那今日的人神用犹大话大声对城墙顶的耶路撒冷人讲话，甲因恐吓，扰乱因的心，通攻取这个城。因谈论耶路撒冷的上帝，亲像在讲世间人的手所做的神明同款。希西家王甲阿摩斯的囝先知以利亚为着这个事祈祷，上帝求救。上主就差一个使者入亚述王的营中，消灭遐个强猛的战士、官长甲将领。亚述王满面见笑，倒去伊的本国。有一日，伊入去伊的神明的庙，互伊几个亲生囝用刀甲伊杀死。安尼，上主解救希西家甲耶路撒冷的居民脱离亚述王西那基立甲所有对敌的手，佮互因四境平安。这个代志了后，希西家得到列国的尊敬，有真侪人带礼物来耶路撒冷献互上主，佮带宝贝送犹大王希西家。迄个时阵，希西家病甲得要死，就对上主祈祷，上主甲伊应允，佮互伊一个掉头。毋过，希西家因为骄傲，无照伊所得到的恩典报答上主，所以上主的审判临到伊、犹大甲耶路撒冷。后来，希西家甲耶路撒冷的居民为着因的骄傲谦卑认罪，上主就无伫希西家活地的日，甲因审判。希西家有真侪财富，佮真受人尊敬。伊为着家己起府库，收藏金银宝石、香料、银牌，甲逐款贵重的物件。伊阁去仓库收藏五谷、新酒甲油，嘛为着精生搭牛条甲羊条。伊阁去几内的城，嘛有真侪牛群、羊群，因为上帝有赏赐伊真侪财富。希西家伫基顺泉的出口洒水，甲水引落来到大庇城的西边。希西家所做的逐项拢顺利。毋过，巴比伦遐的领袖找使者来伊遐，要了解犹大国所发生的奇事。伫即个事，上帝离开伊，要考验伊，爱知伊的心思意念。希西家其他的事迹，甲伊对上主的忠诚，拢记载伫犹大甲以色列的王史，甲阿摩斯的囝先知以赛亚的默示书。希西家转去伊的列祖遐，安葬伫大庇子孙的墓地较悬的所在。伊死的时，犹大人甲耶路撒冷的居民拢为着伊哀伤，甲伊致敬。伊的囝马拉西续接伊做王。第33章，
马拉西在位的时12岁，伫耶路撒冷做王55年。伊做上主看做歹的事，学遐个互上主伫以色列面前赶出的列国所做可恶的事。伊忠敬伊的老爸以西家所毁坏的山头坛，为巴力去祭坛，做阿瑟拉的雕像，佮敬拜互在天顶的万象。伊伫上主的殿内，为着遐个神明起骨来坛。上主捌记即个圣殿讲：我的名应该永远伫耶路撒冷受敬奉。马拉西伫上主的殿两个亭内面，为着天顶的万象起祭坛。伊伫行论主山谷烧伊的囝献做祭，卜卦、行法术、行邪术、问牵蒙个，甲当机倒头，做真侪上主看做歹的事，激上主生气。马拉西搁伫上帝的殿内采雕刻的偶像，关系即间圣殿。上帝捌对大卫甲伊的囝所罗门讲：即间圣殿甲耶路撒冷是我伫以色列支族中所竞选的，我的名就伫遮永远受敬奉。以色列人若听从我所有的命令，就是我通过摩西所传一切的教示、规例、甲诫命，我就无搁互因对我所赏赐因列祖的土地受称选。毋过，马拉西带犹大甲耶路撒冷的子民做歹，比上主伫以色列人面前所毁坏的列国搁较严重。上主敬戒马拉西甲伊的人民，毋过因毋听，所以上主互亚述王的军长来攻击因，用钩仔交马拉西，用东人白衣甲伊带去巴比伦。伊伫困苦的时，就恳求上主，伊的上帝，搁伫伊列祖的上帝面前非常谦卑。伊求告上帝，上帝就听伊的恳求，互伊倒来耶路撒冷，恢复伊的统治。马拉西才知上主是上帝。后来，马拉西伫大卫城的城外，对基顺山附近的山谷北到希门，甲乌菲勒地区起真悬的城墙，佮设立军长防守犹大遐个坚固的城。伊废除上主圣殿内面遐个外族的神明甲偶像，拆毁伊伫上主圣殿的山甲耶路撒冷起的坛，将遮个拢ฮ็伫城外。伊阁修建上主的祭坛，伫坛顶献平安祭、谢恩祭，命令犹大人服侍上主以色列的上帝。人民犹原伫山头坛献祭，毋过只有献互上主因的上帝。马拉西其他的事迹，伊对上帝的祈祷，甲宣讲奉上主以色列上帝的名对伊警戒的话，拢记载伫以色列的王史。伊的祈祷，甲上帝对伊的应答，以及伊要未悔改以前的罪过过失，甲伊伫什么所在起山头坛，在阿瑟拉雕像甲偶像，拢记载伫何西的册。马拉西转去伊的列祖遐，人将伊安葬伫伊家己的宫内，伊的囝阿文续接伊做王。阿文在位的时22岁，伫耶路撒冷做王2年。伊做上主看做歹的事，亲像伊的老爸马拉西所做。阿文对伊的老爸马拉西所做的偶像献祭，搁互杀因。伊无亲像伊的老爸马拉西伫上主的面前家己谦卑。这个阿文犯罪愈来愈严重，伊的人生背叛伊，伫王宫内面甲伊杀死。毋过，国内人民将遐个背叛阿文王的人杀死，设立伊的囝
约瑟亚续接伊做王。第34章，约瑟亚即位的时8岁，伫耶路撒冷做王31年，伊做上最看最好的事，行伊的祖先大笔的路，无偏左偏右。约瑟亚做王第8年，要少年就找求伊的祖先大笔的上帝。4年后，开始洁净犹大甲耶路撒冷，扫除山头坛、阿舍拉雕像、雕刻的像甲铸造的像。人民照伊的命令毁坏巴力的坛，斩断坛顶悬悬的香台。伊阁将阿舍拉雕像、雕刻的像甲铸造的像拍碎，研做粉，也伫遐个捌献祭互偶像的人的墓，将外邦神明的祭司的骨头下伫因的祭坛顶烧，用安尼洁净犹大甲耶路撒冷。约瑟亚阁伫马拉西、幼发人、西缅甲拿弗他利地区遐个荒废的城，拆毁祭坛，拍碎阿舍拉雕像甲雕刻的像，研做粉，斩断以色列逐所在的香台，就倒去耶路撒冷。约瑟亚做王第18年，土地甲圣殿洁净了后，伊派阿撒尼亚的囝沙番、市长马西亚、约哈斯的囝史官约押去征收上主伊的上帝的殿，因就去见大祭司迄个家，将所有献伫上帝的圣殿的银交互伊。这个银是圣殿门口的守卫，利未人对马拉西、以法人甲以色列所有存落来的人，以及犹大、便雅悯甲耶路撒冷的人民收来的。因将遐个银交互管理上主圣殿的人，互因转交上主殿内的工人，就是做木师傅甲建筑师傅，去买拍好的石，做梁甲条的木材，通修理圣殿内面互遐个犹大王损坏的所在。遐个人做代志诚实，干工的是利未人米拉利的子孙雅合甲俄巴底亚，督工是哥合的子孙撒加利亚甲米苏兰，阁有前后造六的利未人，因管理遐个搬运的工人，嘛监督所有做逐款工作的人。利未人有的做书记、做官员甲守卫。因将献伫上主圣殿的银搬出去的时，大祭司迄个家发现摩西所传上主律法的册。迄个家对书记沙番讲：“我伫上主圣殿内面发现一卷律法的册。”迄个家将册交互沙番，沙番就带这卷册去王遐，甲王报告讲：“王交托你的仆人的工课，因拢有在做。奉献伫上主圣殿的银拢拼出来，交互督工甲工人。”书记沙番阁对王讲：“大祭司迄个家有摕一卷册互我。”沙番就伫王的面前大声读迄卷册。王听到律法的话，就拆离伊的衫。王吩咐迄个家沙番的囝阿希甘、米迦的囝阿伯顿、书记沙番甲王的元神阿珊亚讲：“恁去为我、为以色列甲犹大留落来的人民，将所发现这卷册的话请问上主，因为咱的祖先无遵守上主的话，无照这卷册所记载的假事去做，所以上主对咱发大生气。”
对安尼，伊个家甲王所派诶人做伙去见女先知何丽代，伊是管理礼服迄个沙龙诶某。沙龙是哈尼哈斯诶孙，得我诶囝。何丽代住伫耶路撒冷新诶城区，因甲伊请教，伊对因讲：上主以色列诶上帝安尼讲，恁去回复找恁来见我诶人，甲伊讲：上主安尼讲，我要照伫犹大王面前读诶册所记载诶咒诅，降灾祸伫即个所在甲遮诶住民，因为因气杀我，甲别个神明烧香，用因诶所做叫我生气，所以我要将大生气拼落伫即个所在无煞。毋过，找恁来请问上主诶犹大王，恁着安尼对伊讲：上主以色列诶上帝安尼讲，你着听。我对即个所在甲遮诶住民警告诶话，你就忏悔，伫上主面前谦卑，搁拆你衫，伫我诶面前提口，我有听着。上主讲，我要互你平安离开世间，倒去你诶列祖遐，你袂看到我所要降落伫即所在甲遮诶住民一切诶灾祸。因就倒去，将遮诶话对王回复。约西亚王派人调集犹大甲耶路撒冷诶众长老，王上去上主诶殿，犹大众人甲耶路撒冷所有诶住民、祭司、利未人，甲所有人民，无论大小，嘛拢上去。王就将伫上主殿内发现诶约书一切诶话读互因听。王徛伫伊诶位，伫上主诶面前立约，要全心全意顺坦上主，遵守伊诶诫命、教示甲规例，实行即卷册所写立约诶话。以后耶路撒冷甲便雅悯所有人民拢答应遵守即个约。耶路撒冷诶住民就遵行因甲因列祖诶上帝所立诶约。约西亚将国内一切可恶诶偶像除去，佮互所有诶以色列人拢服侍上主，因诶上帝。约西亚活地诶日，人民顺坦上主，因列祖诶上帝拢无偏离。咱今仔读诶圣经节伫历代志下卷第30章到第34章。